好多人以為人老咗最怕嘅嘢係孤獨，一個人食飯，一個人睇電視，一個人半夜醒咗冇人傾偈，聽落去確實好涼涼。所以好多人到咗60歲之後，如果另一半走咗或者之前離咗婚，第一個念頭就係不如再搵個伴啦。呢個念頭聽落去好合理，好正常，甚至好多仔女都會鼓勵阿爸，你一個人住唔得㗎，不如搵返個人照顧下你啦。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句好殘忍嘅說話，60歲之後再婚嘅人80%以上最後都係後悔收場。你聽清楚，80%唔係一半，唔係少數，係絕大多數。更加令人自想不到嘅係，佢哋後悔嘅原因往往唔係因為揀錯咗人，對方可能好溫柔，可能好體貼，可能各方面條件都唔差，但係最後兩個人就係過唔落去。點解呢？因為佢哋犯咗一個因果上面嘅大忌。呢個忌引唔係風水嘅問題，唔係八字夾唔夾嘅問題，而係你違反咗天道運行嘅自然規律。你喺一個應該收藏嘅季節，偏偏要去播種；你喺一個應該靜養嘅階段，偏偏要去折騰。天道從來都唔會因為你嘅情緒需要而改變佢嘅節奏。你逆住離行，受傷嘅一定係你自己。我經常分享嘅一個道理，佢話易經64卦，每一卦都對應住人生嘅一個階段。你喺邊個階段就應該做邊個階段嘅事。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收割噶，冬天收藏。你喺冬天跑去播種，唔係勇敢，係愚蠢。60歲之後嘅人生對應嘅就係易經入面嘅歸妹卦同埋漸卦。歸妹卦講嘅係婚姻嫁娶，但係呢一卦嘅卦詞寫得好清楚，精空無有理，即係話如果你喺唔啱嘅時機去行動，結果一定係空，冇任何好處。漸卦就更加有意思，漸即係循序漸進。呢一卦講嘅係任何事情都有合乎時序，唔可以逗等，唔可以心急。你60歲嘅人想用20歲嘅方式去經營一段新嘅感情，呢個本身就已經係已犯咗漸卦嘅道理。好，我知你聽到呢度，心入面可能會有一個疑問，你咁樣講，即係話老人家就唔配擁有愛情，就唔配有個伴，呢個未免太殘忍咗啲啦。我話你知，唔係咁樣嘅。我今日要講嘅唔係叫你斷絕一切感情，而係要你睇清楚60歲之後嘅再婚究竟有邊幾個因果大忌，你一定唔可以犯。你犯咗就唔止係婚姻唔幸福咁簡單，而係會牽連到你嘅健康、你嘅運勢、你嘅仔女，甚至你成個晚年嘅安寧。聽完今日呢番話，你就會真正明白點解再婚呢件事唔係想象中咁簡單。我先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喺香港北角有一個姓劉嘅伯伯，退休之前喺政府做文職，太太喺佢58歲嗰年因為癌症走咗。劉伯伯同太太感情好好，太太走咗之後，佢成個人好似散咗架咁，成日攤喺屋企，乜嘢都唔想做。佢有2個仔女，大仔喺加拿大，細女喺香港。細女好孝順，日日放工都去探佢姥姥，但係始終有自己嘅家庭要顧，唔可能24小時陪住。劉伯伯一個人住咗2年，越住越孤僻，越住越沉默。後來喺公園行路嘅時候，認識咗一個姓陳嘅姨姨。陳姨姨離咗婚好多年，一個人住，性格好開朗，好識講嘢，2個人傾得好投契，行下公園飲下茶，慢慢就發展成情侶關係。劉伯伯嘅細女一開始仲好支持，話阿爸你開心就好啦。於是2個人結咗婚，頭3個月一切都好美好。
劉伯伯成個人精神啦，面色紅潤，行路都有風。佢話：我覺得自己好似重新活過嚟咁。但係第4個月開始，問題就出嚟啦。陳姨姨搬過嚟住之後，發現劉伯伯間屋嘅擺設，佢嘅生活習慣，佢煮嘢食嘅方式，全部都係同前妻幾十年磨合出嚟嘅。廚房嘅碗碟擺位，客廳嘅梳化方向，連雪櫃入面放嘢嘅次序，都係前妻在生嗰時留落嘅痕跡。陳姨姨想改，劉伯伯心入面唔舒服，劉伯伯唔俾改。陳姨姨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外人住喺人哋嘅屋入面，跟住嚟嘅就係錢嘅問題。劉伯伯有一筆退休金同一層自住嘅樓。陳姨姨嫁過嚟之後，劉伯伯嘅仔女開始擔心阿爸呢層樓將嚟點分。如果阿爸百年歸老，呢個女人會唔會攞阿爸啲嘢？細女由最初嘅支持，慢慢變成提防。每次翻去探老口，都會留意陳姨姨有冇亂使錢。陳姨姨感受到呢種敵意，心入面亦都越嚟越委屈。最後結婚唔夠1年半，2個人就分開咗。劉伯伯坐喺公園嘅長凳上面，同我朋友講咗一句話：我以為揾到個伴就唔會孤獨，點知結咗婚之後，我比以前更加孤獨。以前係1個人孤獨，而家係2個人一齊孤獨，仲多咗好多嘢要煩。呢句話聽落去真係心酸到不得了。但係你細心去諗，劉伯伯究竟做錯咗啲乜？陳姨姨又做錯咗啲乜？2個人都冇做錯，佢哋都係好人，都係真心想揾個伴度過晚年。錯嘅係佢哋唔明白因果嘅運作方式。咩叫做因果？好多人以為因果就係前世做咗啲乜，今世就報應翻嚟。呢個理解太過片面。因果嘅本質其實好簡單，你種咗乜嘢因，就一定會結出相應嘅果。因同果之間有一條睇唔到嘅線，佢從來都唔會斷。60歲之後再分，你以為你係開始一段全新嘅關係，但係因果嘅角度嚟睇，你根本唔係全新嘅。你身上帶住前半生幾十年嘅因果業力，你嘅另一半亦都帶住佢自己嘅幾十年。2個人嘅因果9重喺一齊，唔係1+1等於2，而係1乘1等於幾何級數嘅複雜。易經嘅古卦講得好，古字拆開嚟睇，上面一個蟲，下面一個冥，器皿入面生咗蟲，代表嘅係積年累月嘅問題，堆積到一個臨界點。每個人到咗60歲，身上都有自己嘅股，舊嘅情感模式，舊嘅執着，舊嘅傷痕。你唔先將自己嘅股處理好，就急住走入一段新嘅關係，結果只會係將2個人嘅股搞埋一齊，問題加倍。好啦，我而家就逐個同你講，60歲後再分最容易犯嘅幾個因果大忌，你聽清楚，記錄佢。第一個因果大忌就係帶住舊債入新局。咩叫做舊債？唔係講錢銀嘅債，而係情感上面嘅債。好多人再婚，表面上話自己已經放低咗前日，放低咗過號，但係骨子裏面佢根本冇真正放低過。有啲人係帶住對前任嘅思念入去，每次新伴侶做嘅嘢同前任唔同，佢心入面就會自動去比較佢煮嘅湯，冇我前妻煮得咁好飲，佢講嘢嘅方式同我前夫好唔同。呢種比較，你以為你冇講出口，對方就感覺唔到？錯嘅，人嘅氣場係會傳遞嘅。你心入面對住前任嘅念念不忘，對方一定感受得到，佢會覺得自己永遠都贏唔過個已經唔存在嘅人。呢種感覺比任何嘢都更加令人絕望。仲有一種舊債更加可怕，就係帶住對前任嘅怨恨入去。有啲人前一段婚姻係俾對方傷害過嘅，
離婚嘅時候受盡委屈，佢再婚唔係因為真正愛上咗新嘅人，而係想證明自己仲有人要，想報復前任，或者想填補心入面嘅窟窿。呢種心態去再婚，就好似你帶住一身傷病去跑馬拉松，你未出發就已經注定跑唔完。易經嘅否卦講過，否之匪人，不利君子等。否卦嘅意思係天地不交，陰陽閉塞。你帶住舊嘅因果業力走入新嘅關係，就等於將天地之間嘅通道堵死咗，新嘅緣分根本進唔嚟，因為你成個氣場都仲被舊嘅因果佔據住。佢話否卦就好似一間屋，門窗全部閂乃，新鮮空氣入唔到嚟。你想喺入面種花養草，點種都種唔生，因為環境唔啱。你要做嘅唔係急住搬去另一間屋，而係先將自己呢間屋嘅門窗打開，等新鮮空氣流通返。所以如果你前一段婚姻嘅因果未了，你仲有執着，仲有怨恨，仲有遺憾，你千萬唔好急住走入下一段。你要先俾自己時間，將呢啲舊債一筆一筆咁清還。清還嘅方式唔係去揾前任算賬，亦都唔係去求乜嘢大師幫你化解。最好嘅方式就係接受，接受嗰段婚姻已經成為過號，接受自己曾經受過傷，接受對方亦都有佢嘅苦衷。當你真正接受咗，你個心先至會輕，心輕咗，氣場先至會通，氣場通咗，你先至有能力去判斷你究竟係真正需要一個伴侶，定係只不過需要一個止痛藥。第二個因果大忌係用錯咗感情嘅季節，呢個道理好重要，但係好少人講。人嘅一生就好似一年四季20歲，係春天萬物生長，精力旺盛，乜嘢都想試。40歲係夏天，自己要風，承擔最重。50歲係秋天，開始收急，開始沉澱。60歲之後就係冬天。冬天係乜嘢嘅季節？係收藏嘅季節。易經嘅坤卦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為地，地嘅特性就係承載、收藏、藏、涵養。60歲之後，你嘅身體、你嘅精神、你嘅氣場，全部都喺度提示緊你，呢個時候應該收，唔應該放。但係再婚呢件事，本質上就係放。你要將自己打開，去接受一個陌生人進入你嘅生活。你要重新去磨合，重新去適應，重新去經歷嗰啲20歲、30歲嗰陣經歷過嘅嘢，猜疑、爭吵、妥合、磨合呢啲嘢，喺你後生嗰陣，你有足夠嘅精力去應付。你嘈完架，第二日就冇事，因為你嘅陽氣旺盛，恢復力強。但係到咗60歲，你嘈一次架，可能要失眠3晚，你心入面鬱結一次，可能血壓就飆高一次，你同對方冷戰一日，可能空口滿足1個禮拜，你嘅身體已經承受唔起呢種消耗啦。我聽過一個好真實嘅個案，荃灣有一個姓張嘅伯伯，63歲再婚，新太太人好好，賢惠又勤力，但係兩個人嘅生活習慣差天共地。張伯伯習慣朝早5點起身去公園打太極，新太太習慣瞓到9點先起身。張伯伯食嘢清淡，新太太中意煮濃味嘅湘菜，張伯伯中意安靜，新太太中意開住電視做背景聲。呢啲全部都係小事，對唔對？如果你30歲，呢啲嘢磨合幾個月就搞掂。但係張伯伯63歲，佢嘅習慣已經跟咗自己幾十年，每一個習慣都好似長喺骨頭入面咁，拔唔甩。結果呢，兩個人為咗呢啲雞毛蒜皮嘅小事，日日都有摩擦，冇大嘈大鬧，但係嗰種持續嘅唔舒服，就好似一把蒙刀，慢慢咁割住你。張伯伯再婚之前身體好好，
精神奕奕，再婚之後唔夠半年，開始失眠，開始胃痛，個人消瘦咗成10磅。佢去睇醫生，醫生話佢壓力太大，叫佢放鬆。但係佢返到屋企，對住一個生活方式同自己完全唔同嘅人，點放鬆呢？呢個就係用錯咗季節嘅代價。你喺冬天去做春天嘅事，天道就會用佢嘅方式提醒你。你行錯咗第3個因果大忌，係忽略咗仔女嘅因果鏈。呢一點好多人唔願意承認，但係佢偏偏係最現實、最致命嘅問題。你再婚唔係淨係你同新伴侶2個人嘅事，你身後仲有仔女，對方身後都有仔女，兩邊嘅仔女加埋一齊，就形成咗一條好複雜嘅因果鏈。易經嘅家人卦講得好明白，家人女正位扶內，男正位扶外。家庭之道最重要嘅就係每個人都喺自己嘅位置上，一旦位置亂咗，整個家庭嘅氣場就會跟住亂。你再婚等於將一個外人放入咗你原本嘅家庭戶口入面。你嘅仔女要叫呢個人做乜嘢？媽咪唔係，姨姨太生分，名字又好似冇禮貌，光係稱呼呢個問題就已經夠鬆架。但係稱呼只係表面嘅嘢，真正嘅問題喺底下。仔女心入面最大嘅恐懼係乜嘢？係呢個人會唔會搶走我阿爸嘅愛，同埋呢個人會唔會搶走我阿爸嘅財產？你唔好話仔女自私，呢個係人之常情。佢哋由細到大，阿爸嘅愛全部都係屬於佢哋嘅。忽然之間多咗一個陌生人嚟分享，任何人都會有不安全感。而財產嘅問題就更加現實。你有一層樓，你百年歸老之後，呢層樓應該俾仔女繼承，但係你再婚之後，新配偶喺法律上有繼承權。你嘅仔女會點諗？佢哋會覺得自己嘅利益受到威脅，就算佢哋嘴上唔講，心入面一定有呢個疙瘩。我知道有一個住喺觀塘嘅伯伯，65歲嗰年再婚，佢有2個仔，一個喺香港，一個喺深圳做生意尾。再婚之前父子關係好好，大仔每個禮拜都帶孫返嚟探爺爺，細仔逢年過節都寄錢返嚟。再婚之後一切都變咗，大仔開始減少探望，由每個禮拜1次變成每個月1次，再變成逢年過節先出現。細仔嘅電話亦都越打越少。伯伯心入面好傷心，覺得仔女唔孝順，但係佢冇諗過仔女嘅態度轉變，其實係因果鏈入面嘅連鎖反應。佢嘅新太太搬入嚟之後，將屋企重新裝修咗一次，大仔帶孫返嚟，發現嫲嫲嘅相片唔見咗，客廳嘅擺設全部換，立面嫲嫲以前種嘅盆栽都被搬走咗。大仔當場就唔開心，佢冇發脾氣，但係佢個心涼咗，佢覺得阿爸已經將阿媽徹底遺忘咗，而呢個陌生女人正在一步一步咁取代阿媽嘅位置。呢種感覺，你話佢啱唔啱？可能唔完全啱，但係你要理解，對仔女嚟講，阿媽嘅位置係神聖嘅，係任何人都唔可以取代嘅。你以為自己係開始新生活，但係喺仔女眼中，你係喺背叛佢哋嘅阿媽。呢個就係因果鏈嘅恐怖之處。你嘅一個決定會引發一連串你估唔到嘅連鎖反應。易經嘅歲卦講，歲亨旺假有廟，歲即係聚合，卦辭話要假有廟，即係聚合嘅前提係要有一個共同尊崇嘅精神核心。一個家庭嘅精神核心係乜嘢？就係幾十年嚟大家共同嘅記憶，共同嘅情感連結。你再婚等於將呢個核心動搖咗，家庭嘅聚合力自然就會瓦解。所以好多60歲之後再婚嘅人，最後唔係輸喺婚姻本身，而係輸喺仔女關係嘅破裂。
你得到咗一個新伴侶，但係失去咗同仔女嘅親密，呢筆主你諗下究竟值唔值？第四個因果大忌係財產糾葛種下嘅新因果。呢個問題聽落去好世俗，但係你千萬唔好睇小佢，因為喺現實生活入面，60歲之後嘅再婚，超過一半嘅矛盾都係由錢引發嘅。你諗下，兩個60幾歲嘅人結婚，雙方都有自己嘅積蓄、自己嘅物業、自己嘅退休金，呢啲嘢喺婚前都係清清楚楚嘅。但係結咗婚之後呢，日常開支邊個出？水電煤邊個俾？出去食飯邊個埋單？呢啲睇落去好露碎嘅嘢，每一樣都係計時炸彈。更加嚴重嘅係遺產問題。你有一層樓，你嘅仔女理所當然認為呢層樓係屬於佢哋嘅，但係你再婚之後，你嘅新配偶喺法律上有繼承權。如果你冇事先做好安排，將來100年歸老嗰陣，呢層樓嘅歸屬就會變成一場大戰。我聽過一個真實個案，實在令人唏噓。元朗有一個退休嘅中學教師，姓黃，67歲，嗰年同一個61歲嘅退休護士再婚，兩個人都係喪偶，都係好人，大家真心相愛。黃老師有2個女，退休護士有個仔，三邊嘅仔女一開始都反對，但係2個老人家堅持，最後都係結咗婚。結婚之後頭2年2個人過得好開心，但係黃老師70歲嗰年身體開始唔好，入咗幾次醫院，佢嘅2個女忽然之間好緊張，走去揾律師諮詢遺產問題，然後要求阿爸立遺囑，將層樓同積蓄全部留俾佢哋。退休護士知道咗之後，心入面好受傷，佢覺得我照顧咗你阿爸2年，你哋一聲多謝都冇，而家就急住嚟爭嘢。黃老師夾喺中間，左右做人難。佢企喺女嗰邊，新太太就傷心；佢企喺新太太嗰邊，2個女就嬲。最後黃老師嘅身體就喺呢種持續嘅精神壓力之下急速惡化。佢走個年，兩邊嘅仔女為咗遺產，真係對簿公堂。呢個結局，你話慘唔慘？所有嘅恩愛，所有嘅溫情，最後全部被錢銀沖得一乾二淨。你可以話呢啲仔女唔孝順，你可以話呢個退休護士唔應該計較，但係如果你站高少少去睇，你就會明白呢一切嘅根源就係喺再婚呢個決定嘅一刻就已經種下咗因果嘅種子，喺你行出嗰一步嘅時候就已經播落泥土，之後發生嘅所有事情都只不過係呢粒種子開花結果嘅自然過程。易經嘅殺講殺，有符疾剔，中吉中凶，殺就係爭殺打官司。卦辭話就算你有理，最好都係見好就收，因為爭到最後一定係凶。呢個道理用喺財產問題上面再貼切不過。講完呢4個因果大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更深層嘅道理。好多人想再婚，表面上嘅理由係唔想孤獨，但係你有冇認真諗過，你害怕嘅究竟係孤獨定係獨處？孤獨同獨處係2件完全唔同嘅事。孤獨係一種痛苦，係你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咗，冇人關心你，冇人需要你，呢種感覺好難受。我完全理解，但係獨處唔同。獨處係一種能力，一種境界。一個識得獨處嘅人，佢一個人嘅時候唔會覺得空虛，反而會覺得充實。佢可以靜靜咁睇一本書，可以慢慢咁飲一壺茶，可以對住窗口發下呆，諗下人生嘅嘢。呢種時刻唔係孤獨，而係同自己嘅靈魂對話。易經嘅艮卦講嘅就係止艮為山，山嘅特性就係靜止不動。卦辭話：根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呢句話好深，意思係當你學會咗靜止，你就唔會被外在嘅嘢牽引住，你喺自己嘅庭院入面行走，自在而獨立，唔需要依附任何人。60歲之後，你最需要修煉嘅，其實唔係揾一個伴，而係學會點樣同自己相處。你試下諗，你同一個人再婚，你要遷就佢嘅習慣，要照顧佢嘅情緒，要處理佢嘅仔女嘅關係，要擔心財產嘅問題，呢啲嘢加埋一齊，你嘅心神要分幾多份出去？但係如果你學會咗獨處，你嘅心神就係完整嘅，你可以將所有精力用喺養好自己嘅身體，經營好自己嘅精神世界，享受自己嘅興趣愛好。你可能會話，但係我一個人真係好悶啊！我話你知，悶呢個字其實係因為你內心空虛，你以為揾個人嚟就可以填滿呢個空虛，但係事實上冇任何人可以填滿另一個人嘅內心。如果你自己嘅內心係空嘅，就算身邊有10個人陪住你，你都仲係會覺得悶。反過嚟講，如果你嘅內心係豐盛嘅，你一個人都可以活得精彩。這裏我引用莊子嘅一句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呢句話嘅意思係，真正嘅高人係可以獨自同天地嘅精神對話，佢唔需要身邊有人嚟證明自己嘅存在，因為佢自己嘅存在已經同天地相通。你當然唔需要做到莊子嘅境界，但係你至少可以做到一點，學會享受一個人嘅時光。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即係話60歲之後就完全唔應該再婚？唔係嘅，我唔係一刀切咁反對所有嘅再婚，我反對嘅係盲目嘅、衝動嘅、冇考慮清楚因果嘅再婚。如果你真係想再婚，你只是要滿足3個條件：第一，屋入嘅舊因果要真正了結，你對前任冇執着、冇怨恨、冇遺憾，你提起嗰段過號嘅時候，心入面係平靜嘅，唔係激動嘅，你可以微笑住去回憶，但係你唔會想回去易經嘅既濟卦講嘅就係事情已經完成，水在火上，陰陽各得其位，一切圓滿。你前一段婚姻嘅因果要去到既濟嘅狀態，你先至有資格去開始下一段。第二，你嘅仔女要真心接受，唔係口頭上嘅你開心就好啦，而係發自內心嘅接納。你要同仔女坐低嚟，認認真真咁傾，將財產、生活安排、將嚟嘅照顧問題全部都講清楚。如果仔女有顧慮，你要認真去解決，而唔係一句呢個係我嘅事就打發咗佢哋。因為呢個唔只係你嘅事，你再婚嘅決定會影響到成個家庭嘅因果走向，你唔可以自己一個人話事。第三，你同對方要有真正嘅默契，而唔只係唔想孤獨呢個共同需求。兩個人嘅生活習慣要大致相用，價值觀要接近，對金錢嘅態度要一致。呢啲嘢喺後生嗰陣可以慢慢磨合，但係喺60歲之後，磨合嘅成本太高，你負擔唔起。如果呢3個條件你都滿足唔到，我建議你認真考慮另一條路。呢條路就係伴而不分，即係兩個人可以做伴侶，可以互相照應，可以一齊飲茶、行公園、去旅行，但係唔需要結婚，唔需要住埋一齊。呢個聽落去好似好奇怪，但係你細心諗下，呢個其實先至係最合乎天道嘅安排。你保留咗自己嘅獨立空間，唔需要同對方磨合生活習慣，你避免咗財產糾葛嘅問題，仔女嘅心亦都安咗，你仲保留咗想見就見，唔想見就唔見嘅自由，唔需要日日對住同一個人。最重要嘅係呢種關係俾咗你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空間，
相處得嚟就繼續，相處唔嚟就和平分開，唔需要離婚，唔需要分家產，唔需要搞到一鑊泡。易經嘅中孚卦講：中孚屯如吉，利涉達川。中孚嘅意思係內心嘅誠信，兩個人之間最重要嘅唔係一紙婚書，而係內心嘅真誠。你對佢好，佢對你好，大家都係出於真心，呢個就夠啦，唔需要用法律嚟撳住對方。我識得一堆對住喺沙田嘅老人家，男嘅72歲，女嘅68歲，兩個人都係喪偶，認識咗5年。佢哋每日朝早一齊去公園做運動，跟住一齊去茶樓飲早茶，之後各自返屋企。每個禮拜一齊去一次街市買嘢，每個月一齊去一次旅行。但係到咗夜晚各自返各自嘅屋企。男嘅同我朋友講：我哋咁樣就最好，見面嘅時候開開心心，返到屋企又有自己嘅空班。我可以半夜起身食碗即食麵，唔使驚嘈到人。佢可以瞓到自然醒，唔使趕住煮早餐。女嘅就話：我嘅仔女好放心，因為佢哋知道我冇嫁出去，呢間屋永遠都係佢哋嘅。佢哋見到我開心，對呢個伯伯都好尊重，逢年過節仲會請佢哋食飯。你睇下呢種關係幾完美，冇婚姻嘅促崇，但係有感情嘅溫暖，冇財產嘅糾葛，但係有互相嘅照應，冇仔女嘅反對，反而得到仔女嘅祝福。呢個先至係60歲之後最聰明嘅感情經營方式。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更加深嘅道理，關於伴呢個字嘅真正含義。好多人以為伴就一定係指伴侶，一定係指枕邊人，但係你拆開呢個字睇下，伴左邊一個人，右邊一個伴，即係兩個各佔一半嘅人走埋一齊。但係呢個伴字值得你弄多一層。60歲之後你真正需要嘅伴唔一定係一個枕邊人，佢可以係一個知心嘅老朋友，可以係一個一齊飲茶嘅街坊，可以係一個一齊做義工嘅同伴，甚至可以係你自己養嘅一隻貓、一盆花、一陣好茶。你需要嘅唔係一個人嚟填滿你嘅生活，而係好多種唔同嘅連結嚟豐富你嘅生活。易經嘅比卦講嘅係親近，比附卦辭話比吉，原作原永灘無咎。比卦嘅意思係人同人之間嘅親近關係，但係呢一卦嘅智慧在於佢冇限定呢種親近一定要係婚姻，佢講嘅係一種更加寬廣嘅連結方式。你退休咗，每日去公園行路，認識咗一班行路嘅老友記，你哋每日見面互相問候，分享各自嘅生活趣事。呢個係比卦。你去社區中心做義工，幫啲獨居老人買嘢，量血壓你付出嘅同時，自己亦都感受到被需要嘅溫暖。呢個亦都係比卦。你同老朋友每個禮拜飲一次茶，大家唔使講咩大道理，就係閒話家常，講下孫仔嘅趣事，笑下以前嘅蠢事。呢個仲係比卦。呢啲連結加埋一齊，已經足夠令你嘅晚年過得豐盛而溫暖。你唔需要將所有嘅情感需求全部壓喺一個人身上，呢個對你嚟講係壓力，對對方嚟講亦都係壓力。道德經講：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子。60歲之後，真正嘅富足唔係有幾多錢，亦都唔係有幾多人陪，而係你嘅心知足。你嘅身體健康，你嘅日子安寧。好啦，我總結一下今日講嘅嘢。60歲之後再婚，80%人後悔唔係因為揀錯人，而係犯咗4個因果大忌，帶住舊債入新局，情感嘅因果未了結就急住開始新嘅關係，用錯咗季節，喺應該收藏嘅年紀去做播種嘅事，
忽略咗仔女嘅因果鏈，一個決定牽動成個家庭嘅連鎖反應，財產糾葛種下新嘅因果，最後搞到親人反目對簿公堂。如果你真係想有個伴，最好嘅方式係伴而不分，保持感情嘅溫度，但係唔好用婚姻嚟忍。如果你而家一個人唔好急，學會獨處，學會同自己相處，你嘅內心豐盛咗，你自然就唔會覺得孤獨。已經64卦由乾坤兩卦開始，到最後嘅既濟未濟兩卦收結，既濟係完成，未濟係尚未完成。呢個排列話俾我哋聽，人生永遠都有未完成嘅事，但係未完成唔代表唔圓滿，有時候留白先至係最大嘅圓滿。你嘅前半生已經經歷過愛情嘅甜蜜同苦疚，呢啲經歷已經係你生命入面最珍貴嘅財富，你唔需要再去追求乜嘢完美嘅結局，因為人生本來就冇完美嘅結局。你要做嘅係將呢啲經歷沉澱落嚟，化成你嘅智慧，用呢種智慧去照亮你嘅晚年，養好你嘅身體，守好你嘅心神，同真正關心你嘅人保持連結，同令你開心嘅事保持熱情。呢個就係60歲之後最好嘅活法。唔好再問我應唔應該再婚呢個問題，你應該問嘅係我點樣先至可以活得通透，活得自在，活得健康。當你揾到呢個問題嘅答案嘅時候，再婚唔再婚根本就唔再重要，因為你已經擁有咗比婚姻更加珍貴嘅嘢，亦會安定嘅心。易經嘅倒卦講，待兔吉，官在自求口實，待就係電養，你要養好自己，呢個係天道俾你嘅使命。將呢番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尤其係嗰啲正在考慮再婚嘅長輩，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幫到佢哋避過一劫，功德無量。各位，我哋下回再見。如果你有任何關於人生智慧或者國學方面嘅問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多謝大家，祝各位身體健康，晚年安樂，福壽旺強。